伫你的圣殿，阮为着今仔日的礼拜，阮恳求主你圣神来做工。阮真欢喜，今仔日是玉山新人院的纪念主日。你有找见你的工人新人院的学生来到阮中间来做报告。阮要恳求天父上帝，通过今仔日的礼拜，也互阮会当有份伫玉山新人院新啊教育的需要来奉献。那即时阮为着所有侍奉的同工来祈祷，恳求天父上帝圣神甲赐会的安鲁，胜过对的兄弟以及司琴的美相，主你的圣神踮伫阮的中间，互阮的心得到圣神的充满，有喜乐的灵，阁有平安伫阮平安的运势伫阮的生命中。互阮所念的诗歌会通安慰人，会通鼓励人；互所选读的圣经会通亲像日出的光，照伫人黑暗内心的角落。求天父上帝帮赞，互每一个今仔日袂通来到阮中间的兄弟，主恳求你通过这个网络的直播，互因也会通有份伫上帝你圣主日你的信息以及圣神的祝福。阮伫你的面前，将今仔日的礼拜交伫你的手中，由主你甲阮同在，祈祷我耶稣的圣名，阿门。
着伊的名，带我行义的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也毋惊灾害，因为你甲我伫地，你的腿、你的拐安慰我。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甲我摆设筵席，你用油抹我的头壳，我的杯满出来。恩典甲慈悲的确对我到一世人，我要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厝。世间情人拢着点情，虔诚徛伫伊面前。无你我如世间俗事，啊阮得伊受损。上帝讲因伊的圣恩典。咱着敬拜心敬天。这是咱三个吟圣诗来学了咱的上帝。圣诗55首，我信全能上帝，永远做我天父，仁爱荣光官平昭彰，公义治理天下。请起立，吟全首。我信全能上帝，永远做我天父，因爱荣光官平昭彰，公义治理天下。我信耶稣基督，甘愿受人罪恶，用心意加献心罪罪，因爱不通切割。我信真理的心，甘霖甘花万灵，该人故生我人平衡，我得着定心。我信三位一体，要行相信上帝，当天当诚当心当情，尊贵荣光无停。阿门。咱即时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七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场彼拉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现在请坐。这是咱三个来启应，启应文24篇，记载伫旧约圣经诗篇119篇。所行完全，遵趁耶和华的律法的，这个人有福气。遵守伊干净的话，专心找伊的，这个人有福气。少年人着用什么来称起伊的所行？是着将你的话来说物件。我专心找你，求你毋通互我迷路离开你的诫命。我将你的言语藏伫我的心内，免得我得罪你。求你开我的目睭，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
我的心神因为忧苦来消扬。求你照你的话，互我勇健，求你，互我离开奸诈的路。将你律法允许我，求你，互我的目睭越走，无看虚假。搁互我伫你的路中来活。你的话将我救活。我有受苦，是做我的利益。我若毋是欢喜你的律法，我疼惜你的律法到怎样啊？你的话做我脚前的灯，做我无就的光，你的话一个开剔就发出光。互戆人通达，你的公义是永远的公义。你的律法是真实。咱即时搁来吟圣诗225首。愿悲上帝即时降临，听你奴仆祈求声音。阮用敬虔、诚实、谦卑，将这圣殿奉献予你。请坐咧吟全首。愿悲上帝即时降临，听你奴仆祈求声音。愿用敬虔、诚实、谦卑，求这圣殿奉献予你。自那以后的这天来，充满和平真理的爱，你家听守福音真声，真难宣布救主尊名。困苦的人通受恩惠，忧闷的人得到安慰，硬心的人受到感动，软弱的人得到勇壮。这是心通的歌话，早已听见的高唱歌，秘密的人袂免流度，就要予伊平安顺遂。不着上帝的正是阮，是刻欢喜互阮亲近，愿将心路准这罪行，也必奉献做你路用。阿门。咱即时三个额头来祈祷。至尊至高，阮的阿爸爸上帝，阮深深感谢你。阮深知，即马阮还阁会使来到你的圣殿敬拜，是何等大的恩典。阮为着阮家己的健康，以及阮的家庭同伴的健康，献上阮的感谢。感谢上帝，即2年的时间，台湾感染武汉肺炎的情形真少。现在也已经有8成以上的人有注疫苗。阮嘛知 Omicron 的毒性较低，但是传染性较强。升3级警戒嘛无一定有办法来清零。求上帝帮助阮，互阮的生活、医疗甲经济拢无大冲击的情形下，阮慢慢啊甲病毒共存。求你保守阮的医护人员。伫因因为即阵爱对抗病毒的时，求你的圣手也看因，互因维持健康，守护染病的人。
求你照顾阮的时大时细，因有可能因为年纪较大，也是还未注疫苗，较无抵抗力。求你照顾因，免受病毒的侵犯，嘛求上帝看顾染病的人，互病毒对因造成的伤害降到上低。搁较重要的是，求上帝互阮心内有平安，无惊吓。阮谨慎面对病毒，但是阮无互病毒破坏阮的生活。阮要伫肉体甲心灵上，拢要赢过这个病毒。求主帮助阮，会使踏稳脚步，迈进后一个阶段。阮嘛为着因为疫情无法度做伙来教会聚集的兄弟来祈祷，求你互因伫网络顶甲阮同受属灵的敬拜。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名求，阿免。上帝有个就是渡去世间的罪，求你平安。上帝有个就是渡去世间的罪，求你平安。上帝有个就是渡去世间的罪，赐我平安。赞美，咱请献歌队。上
这是咱做来恭守上帝的话。咱先来看一位圣经，记载伫旧约圣经申命记第7章第9节。申命记第7章第9节。所以，恁着知耶和华你的上帝，伊是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为着听伊、守伊诫命的人，行伊的约甲慈爱，直到千代。咱再来看另外一位圣经，记载伫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1章18节到20节。哥林多后书第1章18节，上帝是信实，安尼阮所对恁讲的话，嘛无有是甲毋是，因为对阮遮的，就是对我甲西拉提摩太，伫恁中间所传上帝囝耶稣基督，无有是甲毋是，在伊只有是那尔。因为上帝所应允的，无论偌济，在伊拢有是。所以阿免是对，也是对伊，互上帝对咱得到荣光。以上，正道题目是务实求真的人生，请曾牧师。亲爱兄弟，大家平安。愿享受平安的上帝，伫这个时刻，将平安深深放伫咱的心内。咱同心来祈祷。真理的神，活命的上帝，愿进入你的至圣所，伫圣殿的内底，阮敬拜你，恳求你的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互阮的心中充满圣神所带来迄个活命的热情甲真光，祝福阮伫你的圣所听见你真理的话，享受阮清气的心、正直的心，换新阮的活命。阮伫你的面前拍开阮的心门，敬拜你，恳求你。为阮的生命的改变，大大来做工。阮伫你面前安尼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务实求真的人生，这是一个足重要的态度。但是有当时咱无容易，因为咱生活伫一个真假，又搁真抽象。又搁真严肃、真真实，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的生命是真，是实在。愿天父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一心坚持讲诚实的话，一心坚持活伫真实的内底，这种的态度非常的重要。会改变咱，也会保护咱。所听兄弟姊妹，有的人心不安，是因为讲白贼；后来心都袂不安，因为已经习惯，互白贼已经吞食人判断是非真实，迄种的信仰的态度。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咱做爸爸妈妈的咱首先伫天父上帝面前讲，甲我做清气的心，互我内面换新正直的心。因为咱的上帝是信实的上帝。然后兄弟姊妹教咱的囡仔，对细汉都学习真实的态度。真是上界有力量、有气力的活命。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的囡仔伫成长的过程中间，无迄种虚假的虚荣心，无迄个碰风的言语，因为咱的主耶稣讲是，就安那，是就讲是，毋是就讲毋是。
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因为活伫真实的人有光明，活伫真实的人有愿望，活伫真实的人有平安，活伫真实的人就是甲圣神同在的人。因为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就用神、用诚实，这是翻译。但是圣经的原文的意思是，上帝是灵，是神。敬拜伊的人爱用你内心迄个上帝所赏赐你迄个圣神，佮用什么？用诚实。诚实伊真正的字，其实就是真理。所以当咱咧讲阿门的时阵，袂使心内想讲哦安尼，但是甲上帝讲阿门。是就是是，咱若是一生保持这种的态度，迄个黑暗冤巧引诱就袂通吞食咱、伤害咱。这就是一种属灵的疫苗，务实求真，其实就是上帝的囝儿应该有的态度。但是若无人提醒咱，有时咱会无无明、真真假假。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做基督徒，咱毋是一个真严肃甲过头，互人感觉格格不入，毋是。咱是伫咱的内心保持一个清气的心，讲主啊，我伫即个充满即个世俗化的世代，我坚持我一生要用主耶稣基督的保护甲伊的话，做我信仰的立场，这就是我的立场，永远无妥协。无改变，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的教会是一个伫上帝的话顶悬来受造就的教会，包括恁的囡仔，主爱咱，指明咱的囡仔将来要行的道路，因为咱的上帝是安尼，甲咱指明一条真国活的路。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务实求真，脚踏实地。求天父上帝帮助咱。那你今仔日的圣经甲咱讲什么种的话？今仔日圣经有两段，一段是诗篇中间所甲咱讲的话，申命记。伊讲，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伊是上帝，伊是信实的上帝，伊是上帝，伊是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信实这个字叫做阿门。会记得翻译有当时咱感受袂到原文的犹太人因心内咧讲，伊是信实的上帝，意思就是讲，伊是阿门的上帝。这个信实的这个字，牧师我甲恁解说几摆过，伊一方面是阿门，一方面是叫做 amen， 因为伊的字根就是真理。当咱咧讲是，这个时阵就是讲，我照真理的话。照上帝真理的律例，我伫上帝面前抬头挺胸讲 yes。所以兄弟姊妹，愿上帝今仔日用圣神帮助恁读这段圣经，递到咱伫咱的生命中间。圣经讲没有似是而非，无是甲毋是，意思就是灰色地带。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咱咧形容一种人，就是伊无立场的人，咱家叫做变色龙，有无？伫人的面前讲一种话，伫人的背后讲另外一种话。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圣经讲毋是，因为咱的主耶稣是阿门的，伫伊无迄种是，佮毋是。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这三段圣经顶悬，特别这是圣经中间咧讲到信息。信息是什么？信息是真道，所以就旧约圣经叫做阿门。伫今仔日的哥林多书讲，伊就是信息的上帝，伊用 pistis， 就是真理真道。佮另外一个字伫约翰福音，伊讲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就用神用诚实，这个诚实是真理。阿雷西亚这个字，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来领受上帝通过这个话所甲咱讲，迄个生命的智慧，咱对上帝讲阿门的事，咱还会记得。你毋通想讲，你嘴讲上帝就互你骗去啊？你想上帝好骗无？无可能，因为上帝知
即个囡仔咧甲我骗，但上帝会微微啊笑，讲：哎呀，戆囡仔，你看毋知影我，你所有一切心思意念，我看清楚。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所以兄弟姊妹，咱甲咱家的心讲，你着知天顶的上帝，伊的名叫做耶和华，伊是我的上帝，伊是信实的上帝。所以上帝是信实的，敬拜伊的人嘛爱做信实的人，同意吗？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咱毋是做礼拜的时阵有阿免，啊出去到社会就拢无阿免。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上帝的话内底。哥林多前后书第1章18节，伊讲上帝是信实的，因为圣经的旧约是用希伯来语，圣经的新约是用希腊语，所以这个阿免伫圣经新约的中间有2种的翻译，会当翻作信实，同款的意思，但是有当时也翻作阿免。所以耶稣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你若读到耶稣讲，我实实在在甲你讲。迄个字就是阿免，阿免，阿免。伫这个所在18节，伊翻译说上帝是信实的，伊甲伊翻做另外一个字，叫做真道，也是讲信心。伫新约的顶圣经的内底，将阿免翻做另外一个字，叫做真道。上帝真理的话，或者信，我信什么 ？Pistis， 无需要甲恁解说这个字。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圣神的可靠。Pistis 这个字就是亲像迄个矿泉水吼，迄个有迄个气泡的矿泉水，甲汽水共款。咱酒罐塔我讲足侪摆的比如，酒罐塔拍开了后，伊安那储一个吼会清出来。上帝的圣神伫人的内心，上帝的话伫人的内心会当真做一个神圣的宽免。这个字就是这个意思。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所以保罗讲：既然我讲道互恁听，我所讲的话无迄种似是而非。咱的白话字翻译做无有是，阁毋是，会来互人听甲无啥啥，好亲像对，阁毋对。咱是基督徒，上帝是信实的，咱讲话就无讲迄种两面话，无讲迄种似是而非的话。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的人生。约翰福音第4章，拄则牧师解说，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就用心神，用诚实。这个诚实这个字叫做阿雷西亚，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真理的意思。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下一日，虎父无犬子，你捌听过这个譬如无？上帝是信实的，所以惊字。嘛，应该爱清气的心，信实的。所以兄弟姊妹，咱的生活就是代表上帝。无论去到什么所在，都互人因为咱的诚实来看见上帝的尊贵。求天父上帝记得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所以信实伫圣经中间有3种的意思。第一就是阿免。伫今仔日申命记这个所在是翻作阿曼，阿免阿曼其实是共字根。共迄个字的意思，翻做新约的时阵，有时翻做 pistis，佮另外一个叫做 alesis，aleso， 伊的意思叫做诚实，但是嘛会当翻译做货真价实。现在你敢有受感动，要做货真价实的基督徒？阿免吗？恁有想要做货真价实100%的真正24K 的金吗？真实的基督徒嘛？也即恁讲阿妹是你爱知影，爱付代价哦，毋免惊，迄个代价是荣耀的代价。所以咱免为着惊做真实的基督徒来惊讲，哦，主啊，安尼以后我都无讲白贼的机会，根本都无需要讲白贼。所以毋免烦恼，讲咱就无失去迄种真真假假的迄种生活的空间，毋免。因为真正真理向得自由，你捌听过即句话无？用圣神啊，伫什么所在？什么所在就得啥？得自由。活伫真理的人，伊海阔天空。迄种的自由，毋是钱买来，
毋是用社会地位买来。迄种的自由，就是伊无搁再受到罪恶、欲望、情绪遐个搞怪的想法来搅扰。真正伫真理内底的人的自由，就是简单、透明、光明。求天父上帝将即个道理解说互你听，嘛通过恁、通过咱、通过我，咱解说互咱的囡仔听。愿天父上帝帮咱即间教会是一个务实求真。愿天父上帝话早伫地，今仔伫地，将来嘛永远掌管，做咱生命的脚踏石、立足点。求天父上帝帮咱，咱生活伫即个真实个虚假的生命，咱明白一个真要紧的道理。有个人真爱我碰风。所以古早人有一句话，台湾话有一句话叫做“小贪啊啦”，两家人对不对？伊的意思就是捕风捉影啦。那爱碰风的人，伊过后安那，就亲像碰风的水鸡，太无肉。主帮助咱，虚假的人生其实是真空虚，搁再空虚。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咱生活伫真实的中间，一直到咱人生的结束。咱要带着一个无遗憾的人生，因为上帝咱伫人生的中间，每一天拢活伫伊的真理，伫真实的内底，真实的喜乐，真实的愿望，真实的信心。求天父上帝帮助。什么人会通明白上帝的心？什么人会通明白真理所带来的好处？有个人一世人听讲道，但是无容易进到迄个真理最悬的荣耀的至圣所，因为无心。人若无因为敬畏上帝，心存诚实，就无法度体会真理的可贵。因为感觉讲，哎呀，不要紧啦，人生喊喊嘛尔。有个人去工厂做工课。头家甲伊讲，今仔日要蒸一支铁机，就是4米。但是伊都喊啊，伊连伊甲伊蒸4米2，连伊甲伊4米5，啊，真正的道拢袂合。人生中间有真多，就是因为咱感觉凊彩，真理会互咱求真，求真的影响会互咱的生命精致化。我讲一摆，真理互人追求实实在在的物件，也因为这种实实在在的物件，会互咱的生命内底有一种科学化的精神。迄个科学化的精神，会互咱对每一项咱所意爱的代志，真精密、精致化。艺术家嘛是安尼，有个人讲，迄个人的迄个耳孔是绝对敏感，关键音伊一听走袂去，因为有一个绝对精密对声音的感受。有个人对色彩，有个人对迄个几何图形，每一个人文字无同款，但是咱对真实的物件，若有一种渴慕，咱的生命就会成做一个愈来愈科学化。其实应该讲愈来愈真实的人生。也即你愿意了解这个真理带予你的好处吗？今仔牧师要甲恁讲两个祈祷。第一，咱的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所以咱的生命爱学习，是就讲是，毋是就讲毋是。第二，牧师要甲恁分享伫圣经内底咧讲起真理所带予人的好处。真理不但予人得到自由，真理不但予人得到平安，真理会予一个生命精致化、水无比。你爱吗？愿咱伫天父上帝面前，咱做伙来读圣经，也求圣神帮助咱，会当明白。所以愿咱今仔日个礼拜中间，大大细细，咱手牵手，咱甲上帝讲：上帝，我的家庭对今仔日开始，要是实实在在个实际，实际个实在，实在个实际。这什么意思？实在就是我所搭的这个脚。我的立足点，我的信用，
若是是，就是是。我绝对无打歪伫遐的错误的场所、错误的言论。求天父上帝帮助咱脚踏实地，求真求实。这是考核吗？是，但是这是一个观念。愿今仔日的礼拜，你将这个观念甲上帝讲，上帝求你教我，好好来想，什么叫做求真，搁实在。求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互咱对今仔日开始，哪来哪无讲白贼话？咱若无同意别人的时阵，咱毋要用遐应付的话，虚虚假假、真真假假，甲伊若亲像妥协，又若亲像咧甲伊消遣，毋免。咱若感觉无妥当的时阵，咱就保持安静。其实，迄个安静的中间，就是表示你的立场、你的想法，甲你的信心。求天父上帝帮助咱。那安尼，求真就是一种的态度。后来，这个态度会变做咱的品格，这个品格变做咱生命的光。一个人你毋免讲话，你的生命其实就会讲话。你敢同意？我真奇怪，我无讲话，我的生命就会讲话。有个人伊静静坐伫遐，伊的眼神带有平安甲微笑。别人嘛知影伊即摆是心凉鼻土开足爽的，看到伊的时候，感觉即人好清棍。但是有个人无讲话，迄目睭就足煞的啊！人来讲啊，你是安解遮歹？无我都无讲话，较有歹。但是咱的生命是会讲话。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学习正对一个上帝的敬持。所以第一个祈祷，为着咱的生命的改变来祈祷。我的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所以敬拜伊。我的生命中间无应该有迄种的灰色地带。用牧师足困难，是伫人生中间真多，因为咱毋是生活伫迄个二分化、二元论的时代，是甲毋是分甲遮尔清楚，毋是。咱是生活伫一个能渐进、渐成，白甲乌的中间有一个灰色，然后最后就是乌甲看无。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面前，咱慢慢了解圣经到底甲咱讲什么。愿咱伫伊的面前，咱来想即句话：上帝是神是啥物意思？上帝，伊是一个灵的体，伊是灵的质。但是，伊为着要互人看会到，有时伊嘛会将伊的形象按人来显现。所以伫圣经中间讲，我看见上帝的笑容，我看见上帝面的阳光，我看见上帝用伊的面来按我。上帝是神，但是为着要互这个属世间肉体的咱，所以上帝有时会用伊的形象来出现。上帝是神。所以，伊是灵，所以敬拜伊的人就爱用。伊所互咱呢，内心的圣神。咱这边是血气，这边是圣神。所以，咱生活伫一个二合一，就是一方面有上帝的圣洁，一方面佫有人的血气。所以，人有时会冲突，就是内底这两个力量。我的自我的力量甲上帝的力量，有当时会伫迄个中间产生对话甲谈判，所以咱心中会不安。但是哪有敬畏上帝的人，这边会愈来愈强，这边会愈来愈清楚。当这边愈勇壮的时阵，咱这个血气嘛会得自由，咱这个血气。嘛互咱内底即个神圣的灵，咱台湾人甲伊称作良心啦。咱的良心若健康，咱这七情六欲就会互良心来管教，嘛会互良心来引带。求天父上帝的神帮助咱，因为上帝本身就是真理。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5章第7节，伊安尼讲，伊讲。圣神就是真理，所以上帝就是真理本身。上帝是灵，伊的存在有可能用思想、用智慧、用最一种方式。所以上帝就是咱一切真理的源头。
所以愿天父上帝帮助，圣神帮助咱伫今仔日读即句话，《申命记》第7章第90个字，恁会记得？信息的意思是阿们。所以咱伫生活中间，真侪时阵有心愿。所以当咱有心愿了后，咱就甲上帝讲：主啊，这是我所爱。主你互伊有的即个祝福，我嘛要爱有。所以咱就甲上帝讲阿们。所以每一摆咱咧读圣经内底的故事，迄个故事若有生命的转变。从咱的查经班咧讲起一个人叫做撒该，伊的生命转变。这个人互上帝、互主耶稣的疼蒙着，伊180度完全生命的改变。我对细汉读到今仔日，常常读到这段的故事，但这摆查经班中间特别圣神帮助我去问，是什么种的力量，互一个人会当彻底上完全改变？以前伊的人生是为着钱来活，但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疼。互伊感受到一个 feel good， 就是讲，耶稣来到我的生命中间，我感觉心内有一种生命中间讲袂出来。圣经讲欢欢喜喜，路加福音19章第6节。我感觉欢欢喜喜这句话不足以形容撒该伊当时伊心内的快乐，应该讲莫大的喜乐。互伊甘愿甲伊的财产拢分出去，世间有遮戆的人，伊一定有得到某一种的物件，是伊一生辛苦，这个金钱袂通满足伊的。牧师无意思看轻钱的重要，钱真重要。但犹太人的爸爸甲囡仔讲，钱真重要，但是袂使上过重要。安尼听有即句话无？钱事实上真重要。但是爱会晓用钱，你要赢过这个钱，你要管理这个钱，你要正确使用这个钱，你才会幸福。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信息的意思就是，咱对上帝荣耀、对上帝的良善，咱讲阿们。主帮助咱，所以信息的意思就是真理，信息的意思嘛就是活伫上帝真道的话。上帝所讲的话，都有应允，嘛都有宽免。我咱伫主的面前，咱甲主讲：主求你不断对我讲话，主要用你的话来教示我，互我的生命哪来哪有智慧，我的生命哪来哪生活伫上帝你的话的光的内底。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的上帝是一个袂讲碰风话的上帝。伊是信实的上帝，无讲假话，你相信吗？所以，既然咱伫圣经内底所读到、所渴望，你会通大胆甲上帝讲：上帝，阿们。因为主要照安尼，伫咱的生命中间来成就。所以，愿天父上帝帮助。保罗讲：阮所讲的，阮所见证的。无迄种是个毋是，100%是货真价实。伫什么所在？伫主耶稣基督内底，拢是阿们。所以圣经保罗阁说讲落去，伊安怎讲？伊讲伫耶稣的成就，伫耶稣的教示，伫耶稣所应允的 ，only yes， 英语是安尼翻译，只有是啦。阿们是这个意思。上帝，当我伫你的面前听到这个话，我相信我的主耶稣所带予我的，只有一项，就是 yes。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的生命中间，独独对上帝讲是，但是对世间黑暗的关系讲毋是。主帮助咱，因为上帝所应允的，无论偌济，这是今仔日圣经所予咱的。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上帝应允，无论大小，拢要照安尼来成就。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伊讲，所以阿们也是对伊，伊的意思就是，这个阿们就是你当你对主耶稣讲阿们的时阵，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就死，伊就成就。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永远拢是上帝讲 yes， 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所以伫信息的上帝的面前，咱爱锻炼咱家己，咱学习咱家己。对今仔日开始，伫大小事拢求真，讲真话，做真实的代志，行真实的道路。大小事，你若有意识着讲，今仔日我咧讲小可有碰碰一点啊，你甲上帝讲啊，上帝难免啦，我是人嘛，主啊，求你怜悯帮助我，慢慢修正，到后来咱的生命迄个纯洁正直，就会愈来愈完全有上帝的样，上帝的形，有耶稣基督的旁边。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因为耶稣讲，恁所讲的是就讲是，毋是就讲毋是，搁落去，伊讲若加讲的咧，就出伫撒旦。意思是拄啊好，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的人生。拄开始，咱有当时会多说一点点，就亲像夏娃，伊咧甲上帝 complain， 吼，上帝讲你较食迄粒善恶果，哦，解说一堆，啊，就明明你家己做的决定。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咱是人，所以无容易，但是若有信心伫咱的内底，有当时迄个引诱。有当时迄个无小心，会因为圣神的帮助，咱就伫适当的保护中间，这个代志就无发生。这就是稳定。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第一个祈祷就是求圣神帮助咱活出上帝的话，脚踏实地，是就讲是。求天父上帝，互咱的灵魂内底没有那个模棱两可、真真假假的代志，常常换手祈祷。咱甲上帝讲，主啊，我将我的心交伫你的手中。主，我将我的心思意念，主，我将我的欲望，主，我将我的情绪，无数真爱将即个古早咱的信仰的前辈，迄个领袖咧讲，迄个 logismoi， 就是咱的七情六欲，咱的内心的即个世界，这三项事，就是咱的欲望、咱的情绪，甲咱的心思意念。所以有时古早人因咧祈祷的时候，咱的信仰的前辈，因拢会有手会放伫无共款所在。我将我的心思意念交互你，我将我的情绪交互你，我将我的欲望换咱的目肚。因为目肚伫古早灵修，咱的信仰的前辈讲，目肚枵着要想要食物件，其实目肚的象征是甚物？一切的欲望甲需要，一切的欲望甲需要所在。所以咱换手伫什么所在，迄个祈祷就阿免，实实在在，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教咱家己，咱先做一个求真求实的父母。咱的囡仔，你免甲教，我相信，因自然而然伫因的生命中间，因对价值观念的选择，就是因干那要爱真，因袂去追求迄个假。天父上帝帮助恁。帮助我，帮助咱众人，建立咱的家庭是一个真实的家庭。互咱的囡仔，因有这种的坚持。上帝的话就是我的立足点，上帝的话就是我的立场，上帝的话就是我一生活出来的价值观念。上帝是信实的，所以我活伫真的中间，我无讲假的话。求天父上帝帮助我，约束我的嘴。约束我的心，一旦无小心，若有时走进去，主啊，讲出的话亲像泼出的水。但是主你怜悯我，后摆帮助我，小心有能力，做真的代志，真实的，讲真实的话，行伫主所欢喜真理的道路。主帮助咱。第二，伫今仔日我要甲兄弟姊妹对圣经的中间来知影。追求真实的人有什么种的好？拄则无事甲恁讲，求真的人，恁若追求真实，慢慢就一种追求真的心会产生一种的影响，迄叫做科学化的思想。
最后你的生命会愈来愈精密、愈精致。我讲一个笑话，头家叫你蒸4米的铁鸡，伊家蒸4米半，啊头家讲你较安尼，伊讲啊较差不多啊。兄弟姊妹，今仔日的时代是奈米的时代，对无？莫讲4米甲4米半差偌济。今仔日你来看迄个晶片，30奈米甲3奈米，迄个精密度。咱无法度想象，因为咱毋是迄种遐尼精密科技的科技的人。但兄弟姊妹，一个追求真的态度，会影响出来子孙。我要甲恁讲一个故事。当一个人若有敬畏上帝、心存诚实、追求真理，伊的生命要有改变。第16世纪，教会有一个真要紧的历史上的改变。叫做宗教改革。这宗教改革伫欧洲产生真侪国家信仰上的反省，其中特别有2个国家，伊伫反省的中间几百年持续，推动真侪的灵命更新，甲推动真侪信仰改革的运动。特别伫德国，伫17世纪、18世纪，后来19世纪，因为追求一个叫做敬虔主义，因为敬畏上帝。所以，因追求真理。伊讲，我的真理毋是一个道理，我的真理是一个生活，听有无？我的真理毋是讲来听的道理，我的真理是用出来活的，甚至为着真理来死，我嘛无退让。这种的敬虔主义，兄弟姊妹，恁相信会影响德国吗？德国到20世纪。是全世界上精致、上精密科技、科学的国家，甚至有人讲，今仔日的苏联甲美国，因的太空科学甲因的科学会遮尔发达，是因为第2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因掠着德国的科学家，提做2阵，一阵掠去苏联，一阵掠去美国。当然，这有一点点较夸张啦，但是这嘛有某一种的事实。因为美国甲苏联后来真侪科技，其实是照用着伫德国内底真侪伫19世纪、21世纪的科学的研究。我无要过度的解读这个部分，我要甲咱讲，求真确实伫历史上有留落真侪对子孙、对社会、对文明、对经济、对政治的影响。虽然今仔德国也不怎么样，虽然今仔英国也不怎么样，所以人无永远的，对吧？人无100日好，但是真理是永远的。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咱无法度追求到1000年后的代志，但是上起码，今仔日的我，要活伫上帝真光、真道、真理的内底，好无？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来读这段圣经。我先讲结论：追求真理、活伫真理的人，第一，因要脚踏实地有平安；第二，因要行伫上帝的话语，你是我脚前的顶路上的光，因的人生要有光；第三，因要感觉，因的生命毋是用钱来做衡量，因的生命是用某一种的特别的价值。因为真理，互伊感觉伊的生命中间本身就是一个价值。第四，伊会互这个人产生一种，互伊的本质更加精致，产生价值。昨我看一个电视的节目，伊咧讲起一个台湾的台商，伊原本伫美国做教授，后来倒来台湾家己创业，伊咧做一种叫做石墨烯。恁可能毋知有人捌听过石墨烯这个物件，吼石墨就是咱咧讲的火炭，照称斤的石介害，咱咧写字的乌墨，真侪，这叫做石墨。用石墨来提炼到最后内底有一种叫做石墨烯，迄个物件若放伫衫的内底，就算做纤维嘛会导电了哦。伊即卖即个技术。卖伫全世界中间，迄个石墨变做一个真有特别价值
高科技产品内底所需要的，包括电池。电池要安怎？电池顶悬会当有更较大的充电、蓄电的功效，爱借用即种的物件。所以，兄弟姊妹，我今仔毋是甲恁讲即个创业的这物件，但是我要甲恁分享的就是，真理本身所带来，会互人的生命有附加的价值，会叫做阳光。求天要上帝帮助咱来读圣经，我读7句的圣经，互恁听。第一，哥林多前书第2章11节，踮伫咱内底的圣神，会显明、准托、教咱明白上帝的事。所以，独独只有踮伫咱内底的圣神，互咱有智慧，咱会当明白人生，咱会当明白上帝是宇宙的真神。所以这是第一，上帝是神，上帝是真理。第二，上帝的话，互咱真侪清气性，意思就是100%转化迄个残渣。上帝互咱的生命中间真侪圣洁，所以上帝的真理互我真侪圣洁。约翰福音17章17节。所以咱自己伫即个所在咧做礼拜的时阵，毋是干那听一个好听的演讲，有常识有知识，毋是。咱伫即个礼拜中间，应该是听到上帝的圣神用实句佮实心的话，来改变咱，互咱脱离虚假愚妄，进入上帝的真理的内底。第三，上帝的话真理会互人安稳自在，心平安。拄则我甲恁讲分享一个讲白册的人心安那心虚。活伫迄个白贼的世界的人，你有当时甲吐一个，伊就方向都毋知要安怎应，心虚，食都真不了啊！求天要上帝帮助咱，独独只有诚实、信实的人，才有平安。有平安的人才有幸福，恁同意吗？主帮助咱，真理会互咱自由，无容易互欺骗。新人医我的老师讲，台湾人好教，无好骗歹教。我毋知你有同意啊？全世界的人拢嘛安尼，好骗歹教，佮摕钱去拜托人甲咱骗，这叫做诈骗集团的缘起啦。求天要上帝帮助咱，为着贪念，所以摕钱去拜托人甲咱骗。人就是人。求天要上帝帮助咱伫真理的中间有智慧、有自由。第四、第五、第四，上帝真理要正做咱脚前的顶路上的光。所以大卫安尼祈祷讲：主啊，求你用真理引导我，求你用真理来引导我。神的教育、神学教育，其实就是求真。所听兄弟姊妹，讲道嘛是求真。所以讲道就是互上帝的话家己讲话，讲道就是将上帝的话实实在在照着伊正确的意思来解说互当时的兄弟姊妹明白。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话中间受引带进入光明。所以圣神要引带咱进入这一切的真理。若无圣神的帮助，牧师无在调将上帝奥妙话来影响、摇动、感动恁。独独牧师会当讲道，但是感动恁的是啥物？是你内心的神。求天父上帝帮助咱讲会听的人，拢得到祝福。求天父上帝帮助。所以最后牧师用安尼做结束。上帝将你的囡仔出伫你的家庭，咱有一个责任，爱教咱的囡仔。是就讲是，毋是就讲毋是。趁好你的囡仔细汉的时，要会当教，都爱帮助伊建立一个求真、求实这种脚踏实地的态度，好吗？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互咱出好行顺。
脚踏实地，活出上帝的真道。咱同心来祈祷。主听阮祈祷，主怜悯帮助阮，求圣神亲着光进入我，进入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生命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即是请三个吟圣诗来应答上帝听。圣诗282首，我心大欢喜，我的喙着吟诗，感谢上主至大仁义。在日时懊恼，在暝时我感谢，安尼服侍也无够额，请起立吟全首。
这请坐。本主日是玉山新学医纪念主日，咱请张素莲同学咱来报告。都可以，就不用翻译。庄牧师、陈牧师，各位长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好，我是代表玉山新学院的学生，我叫做张素莲，我是德鲁古，你看我的衫都知影吼，我的德鲁古名字叫做米林马少，好，米林是我的名字，马少是爸爸的名字，好，那。非常感谢，我已经代表我们玉山神学院，布兴院长，跟我们全校的老师、牧师，跟我们的学部的同学来这里跟大家请安。很感谢大家能够愿意在这么疫情这么紧张的状况之下，还愿意让我们的学生来到各位面前来请安报告，在这边感谢主。那我们知道玉山神学院在1945年开始成立以来，几乎都是一开始都是平地的牧师来经营这所学校的。尤其我们很知道的高居民牧师，在那里奉献了13年的最精华的时间。杨启寿牧师也是用了17年的时间在那里经营这所学校，所以几乎到布兴院长前面的几个院长里面几乎都是平地的牧师在那里关心我们原住民的培育原住民的传道人的这样的一个学校。所以感谢主，我们可以在这个众教会里面得到很多平地牧师、平地教会的关心，使我们原住民这个培养原住民学校的这样的一个学校呢，在很多的艰苦当中不管是经济也好、人力也好、人才也好，快要断粮或者是快要开天窗的时候，马上就有上帝的恩典临在。所以我想，这就是刚才牧师所讲的。我记得其实我也是你们的网络上的姐妹。我记得前几个礼拜，牧师讲了一段话，就是要伸出手的人才是不贫穷的。我听了以后非常的感动，我觉得牧师好像在铺我的路，我觉得牧师好像在铺我来到这里的路。那我觉得很感谢我们竹堂教会的姐妹，其实你们多年以来，给我的帮助实在是很丰满、很丰厚。那我相信这都是阮张牧师伫家奉献一生所成出来的结果。我的感觉，我常来我伫高速公路一在那边转不出来了，我转了3圈了，在那斗六园林那个一直转不出来。那后来感谢主，圣灵让我跑出来。好在我一进来这个教会，我就感觉到，我就感觉到这个教会很像诗篇里面的那个第1篇，就像一棵大树在那个溪水上面、溪水旁边的那棵大树，长得这么样的健康，这么样的有活力你们的灵命的扎根，实在是让我很羡慕。其实我们庄牧师、张牧师伫我新生入学时阵新生入学前3年还是前4年的时候。张牧师去担任那个讲员那时候我就对他印象很深刻，所以我就想说，我就跟上帝讲看看有没有机会，给我去竹堂教会见识一下，真的在这个这么好的时间里面来请安的这个时间里面，我来到这里，我刚刚有跟牧师聊，我说牧师，你的牧会的精神是我们那个学校的那些新生一个学习的榜样。所以我在这里我就说我有跟牧师讲，我说
我会使唱歌袂？他说可以，他说可以。实际上吼，我真正哦，真正是学生啦。哦，你看我，你看我的样子，好像不太像学生哦。啊，真的，我是道地的啊，今年6月就要毕业的学生。哦，我已经是2个孙仔的阿嬷。啊，不过我愿意，我愿意在我们这个原住民的传道人的那个部分，我愿意献身，我愿意献身。所以再次来代表我们学校问好来底下感谢你，好，谢谢你们，也希望你们能够在我们。同为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同样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所建造的这个教会里面呢，我们也可以得到你们的帮助。好，那我要唱歌，我要底下唱歌，在这里吗？都可以啊。好，那我就唱一段啊，这一段是我们以前的老人家信了上帝以后所做的歌，还没有经过训练哦，还有这些老人家吼。因拢是自己心里面所谱的、所做的曲子，所以他们不是专业的人啊。我用德鲁古的话来唱啊，它的主要的意思就是在俄罗兄弟哈。那位，吉达嘎那，吉达嘎那，你没有。Gadiya gaganan ni kalodanta tabdanga na bimalawatanan ngalika na muyas kayayong taya bikamalo na ni kanutan taniha taya bikan suyang alang na ni kantruku Nayo bimnawakanan Taya tabi kalasa Nawin Jitakana Ni muyo Makuyo 谢谢大家，感谢。新人伊有一短的影片，我头一摆听到玉山新人伊用台语的请安，啊，咱来听学校对咱的报告。玉山新学院为1946年到今，秉持着以基督福音为根基，透过神学教育、音乐培训，互阮伫教会甲社会服侍，要来实现上帝国。玉山新学院本院的神学宗旨，乃是为关注民族生活实况，来解说信仰、参与宣教。学院请安，布新大理院长。感谢上帝，伫去年疫情扩大的时，玉神会馆却是颠倒成长。感谢教会团体甲总会大型会议来玉神举办，加添玉山新学院服务甲回报教界的机会，互阮不时经验着福音真理，就是伫罗马书8章19节所讲的，被造不逼切地听候上帝正经日的显现。学院开放，教职员甲学生。学院开放，招生资讯。经费预算及需求，特别需求，青汉学生奖助学金，师资培育事工，当台湾小型教会青少年及儿童事工，增建老师宿舍工程，建推中心事工，学生伙食费，普世教会国际原住民人才事工。综合大楼银行贷款，学院院内各种礼拜及活动。
啊，这咱总会的属下有3间的新学院，咱应该拢知影吼。啊，2间是本地培养本地教会传教者，就是台北的台湾新学院，啊，甲南部台南新学院。这2间是本地教会支持较出力的新学院。啊，玉山新学院是栽培这个原住民的传教者，即摆嘛有本地的学生去读玉山新学院，因为玉山新学院伊的特色就是真注重咱台湾的原住民的文化、多元文化，所以有时会吸引少年一代咱讲的汉人还是本地人去读玉山新学院。吼，但是玉山新学院多数支持是原住民的教会。啊，现在因的需要比较上，真正是比另外2间新学院搁较困难吼。啊，咱有份伫即个新的教育，咱大家尽咱的心吼，咱伫即个新的教育的内底，咱参与即个做即个奉献。啊，张树莲同学吼。啊！伊一个人开车对花莲开带到咱遮，我本地要甲伊讲叫伊莫来啊，但是我又搁惊讲伤到他的心的，是讲啊，开本地教会叫我莫去，到底是无爱甲阮奉献，还是安怎？啊！但是我听着讲，即第一咱的疫情吼，啊，最近咱的人做礼拜，做即个礼拜现场的礼拜人数有受影响。啊，一方面是因为我惊讲伊若来，啊，咱最近要是社交活动爱较细致吼。但是我讲袂出嘴，所以都会伊有缘来啊吼。啊，本来是伊的丈夫要陪伊来，但是无可能较多合相袂拄好，伊家己一个人对花莲昨哦做日就开出发啦吼。啊，你讲爱开遐久哦，阮了开吼，啊去找拜访伊的同学的是啥物人啊？然后昨中昼来到咱中间吼。太鲁阁族、泰雅族、甲赛德克。古早咱5岁，甲伊即3个族，甲伊当做是同一个族，吼。啊，其实当然因为古言语系上是有一点雷同，吼。太鲁阁啊、泰雅族、甲赛德克族，吼。啊，因有真类似的语言甲文化，但是因拢足特别独特的，吼。咱真欢喜今仔日啊，伊代表新学院伫咱中间，甲咱请安报告，吼。啊嘛感谢伊。用时光来甲咱参与，丰富咱教会的礼拜，吼！啊，咱要奉献，咱请咱大家关心，咱下面咱来奉献，吼。
来，这请坐，平安礼请陈牧师。也即咱来吟这条诗歌，耶稣听你，来用这条诗歌来互相带导，咱来吟耶稣听你。伫即个疫情咧扩大的时，守护平安的上帝甲咱三个伫地，所以兄姐，咱安静祈祷，求天父上帝，互咱伫疫情的过程顶悬，全台湾是一个新的阶段，新的阶段的开始。咱要真侪慢慢开放，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行兄的中间，有主怜悯的手来引带带领。至圣的上帝，阮为着台湾来恳求你，所拄到的情景，有上帝你怜悯的手来扶持。阮深深相信，即届疫情要伫上帝你的帮衬保守的内底。台湾虽然有扩大感染的人数，但是求天父上帝帮助阮。感谢你，互即届的疫情奥密克戎，伊甲拄开始迄种会感染的伤害，较无共款。主求你帮助阮，特别是求你怜悯年长的时代，甲也未主预防针疫苗这个事件。求天父上帝保守这个因，互因有上帝你所想事稳定，超出所求所想。专门为着台湾来恳求天父上帝，帮助阮度过，除了这个防疫、医疗、病院、医生、护士。也求你，互阮做一个好的国民，伫阮个人应该注意的，即阮的生活习惯，甲社交的生活。主求你帮助台湾人同心行过这个死荫的山沟。主求你帮助阮，专为着即马已经有感染的每一个台湾人。甚至阮的兄弟姊妹，主求你，用你医治的手抱伫你家己的怀抱，主互因无抵到严重重症，主互因伫轻轻的镜头的下面，因为主你的保守，反倒当对因的生命中间产生抗体。主求你帮助。主也求你，互台湾各界社会，阮会通伫主你的面前互相照顾。主当阮入耶稣听你的诗，愿你的听，充满伫台湾这个国家，愿你的平安到阮三个地。身边的人，即讲耶稣听你，甲咱身边的人，即讲耶稣听你。为着身躯欠安的人，生日的人祈祷，首先咱来为着塑胶姐妹来祈祷吼，塑胶姐你要来头前牧师甲你祈祷好无？伊有一个小小的意外吼，咱来求天父上帝，互伊会当恢复平安甲健康吼。咱为着塑胶老师，咱来祈祷。华名的主，阮将阮的姊妹来仰望着你的圣手，用你的圣名恳求，主你医治伊受伤的身躯，主用你的圣名，将主耶稣的平安放伫伊的心上。阮用耶稣的圣名斥责所有对伊的伤害。对伊的搅扰，
任何看会到、看袂到乌暗的关系。主耶稣，奉你的圣名，愿赐着伊离开，愿将你的查某囝交伫你的手中。主耶稣，抱伊亲像你家己的查某囝。主用你的温柔，用你的疼痛，用你的平安来保守，我心中无搁再有惊吓。主照顾伊的身躯，互伊自己恢复健康。主伊伫伊所带的即个伤害，互伊得到上帝你的医治。愿伫你的面前恳求祈祷，我给他说圣名。来，上帝照顾你。谢谢牧师。咱来为着生日的人来祈祷，即礼拜生日的人，就拢无伫遮吼。咱来为着遮个人来祈祷吼，咱同心来祈祷。主，阮足久无看到杜琴、新友、嘉伦，搁伫台北的张庭兄、秀月姐、苏迪甲借话。主，阮恳求天父上帝，你听阮的恳求。虽然因今仔日袂当来到教会的礼拜堂内底，甲阮做礼拜，但是阮纪念因。阮相信天顶的上帝，你嘛纪念伊，恳求天父的上帝祝福因伫生日的时，主你亲自用你温暖的油填满伫因生命的杯。主，阮将所有这生日的兄弟姊妹交伫你的手中，求天父上帝你，互因温上加温。佮享受圣神，就是互人得到平安佮自由的圣神。求你伫因的生命中间来做因的保惠师。互因一生拢伫上帝你稳定的中间来成做稳定的记号。我安尼恳求祈祷，我给他说圣名。阿门。咱来请师会来报告，咱请师会来报告。这是我来报告，请咱做伙来看周报。顶周聚会，主日礼拜出席62人。现金4850块，主日学出席4人，现金230块。祈祷会出席8人，家庭礼拜暂停。本周聚会，咱拜三8点祈祷会伫礼拜堂，青少年团契拜六7点半伫教育馆1楼，查经班拜六7点半伫教育馆2楼。圣港服侍。后礼拜聚会请陈忠生长老，领事暂停；司琴请刘一鸣兄弟，书宪我本人甲陈美秀执事。教台第3组爱餐暂停。新眼光读经表，请咱照这个顺序落去领收。集体交通第一，2022总会年度主题：传承上帝国，塑造新秩序。咱教会10年的目标展望100。今年是咱教会设教90年，大家同心来追找10年的宣教目标，迈向100。第二，本主日礼拜后5月份中集会，请统集出席。第三，本主日就是玉山神学院纪念主日，道硕山张树莲同学，泰鲁格族代表学校请安报告，请大家关心神学教育的需要。第四，110年度的奉献收据已经伫主日发送予大家，咱旅外的会友嘛拢陆续寄出，请留意收件，若有问题请甲通知咱的过界人员，也是请联络咱的干事怡珍。第五，咱最近疫情提升。原定5月7号伫元岛教会举办母亲节的庆祝活动，嘛因为疫情取消办理。原本5月28妇女部查经营延期，暂定在10月7日来办理。第六，因那村职事纪念奖学金申请资格，大学70分，高中70分，高职75，高中75，国校90分。请咱赶紧来交咱的成绩单，110学年度第一学期，
咱5月初四截止5月初8要颁发，请咱注意这个时间。第7，咱为生日的祈祷：王杜琴、谢新佑、洪嘉伦、张晨、陈秀月、陈守迪、庄介维，请为着以上的人来祈祷。奉献报告，请咱家己看，若有出入的，请会计人员来更正。大道事项：第1，为着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来大道；第2，为着身心欠安的丁丽华、庄严、詹达、庄仁聚、黄宏仁、郭陈秀霞、李学兴，以及为教会所有长辈健康平安来大道。第3，为着教会青少年身心灵甲课业来大道。第4，为着适婚的青年婚姻来大道。第5，为着姊妹教会来大道，福林教会、直直教会以及德哥达教会。以上，咱这是。因为即届疫情吼，所以咱的主日学暂停吼。大概我想是加上帝讨讲，莫足久安尼吼。青少年团契甲主日学，因为咱的遮个囡仔多数拢也未注疫苗，所以也为着因的健康甲安全，咱尽量减少即个活动吼。但是若有需要，咱会想办法伫即个青年的族群顶悬，互因有即个线上的即个查证也是活动。搁有就是后礼拜的妇女的主日，无亲侪咱游园伫礼拜中间，咱有要为妈妈祈祷吼，咱嘛有照咱的活动，但是妇女的主日暂停吼，因为即届的即个妇女侍奉的姊妹有的即届疫情顶悬有的有受影响，所以咱即届就爱餐暂停，甲妇女主日延后安尼吼。咱三体祈祷，真多谢恁勇敢来做礼拜吼。嘛真欢喜，咱有足小心，其实咱2年来，咱已经养成一个真好的一个公共卫生的生活习惯吼。上帝照顾咱每一个人吼，上帝照顾恁出入特别是若年长的长辈无方便注疫苗的人吼，爱设置哪会当。其他也未注，我相信咱拢注了啦吼。若假使无特别咱的即有过敏的人来使，还是要趁早完成吼2+1的疫苗的注射吼，会当保护咱即个后遗症较无啦。因为疫苗最大毋是讲袂感染，最大是讲会帮助咱。根据即个报告，会当帮助咱就是减少迄个后遗症所带来的影响安尼吼。上帝照顾咱吼。这是咱三甲来吟上行圣诗509首。俄罗天父万福本源，关灵极大仁爱昭彰。俄罗耶稣赎我罪犯，做我中保，奖励万权。请起立吟全首，吟诗线请曾牧师祝祷。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相当扶持，甲恁众人三甲伫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阿门。阿门。
请坐灭道避讳。